这个学院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到佛学院8个月后，升为堪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授，打破了从沙弥晋升堪布的时间记录。出家近30年，除了在佛学院授课外，为利益众生，索达吉堪布常年游走于世界各国，弘扬佛法，并引导实修。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呼吁汉藏经典数百部，已出版的书籍销量100万余册。2013年，他被媒体评选为中国年度宗教面孔，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藏传佛教领袖。如果让您对自己进行一个介绍的话，您会从哪几个点或者哪几个角度？我是16岁之前呢，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就是一个牧童，读到了我们当地在藏地算是比较好的师范学校，但是到师范最后马上要毕业的那个时候呢，我就选择了出家之路。刚开始我要选择这一条路还是很迷茫的。本来我们地方做出家人士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但是对我来讲这是一种就艰难的。为什么艰难？我在当时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怀疑，包括我离开学校出家的时候，我到底能不能坚持到底。我如果出家的话他们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是我可能以后就是前途都毁了。我到今年是真正出家这个30年，就刚才你们讲的一样，就好像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我当时选那个出家的路呢，我还是自己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好，谢谢同学对我们的分享。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青春就是其中之一。通常情况下，个体逃不开时代的影响，多数人对青春的描述都是美好、浪漫，充满希望。让人意外的是，生于60年代的索达吉堪布和生于70年代的赵薇，虽然走在截然不同的青春道路上，却对青春有着相同的定义。赵薇和堪布都有关于青春的作品。赵薇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堪布写了一本书《残酷才是青春》。你们怎么定义自己的青春？会用什么颜色去形容它呢？我正在出家的时候，其实我的人生呢，可以用一种灰色来形容吧。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觉得是将来变成什么样，也很难以抉择。我觉得童年还是挺灿烂的，但是到青春的话，怎么会那么忧郁呢？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每个人人生经历是不同的吧。那我从小就向往可以独立生活，从小还幻想，哎，如果自己是一个孤儿多酷啊！知道吗？会想把自己幻想的身世特别悲惨，然后自己一个人背着一个包，然后就是走自己的路，然后过自己的生活，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小时候很变态。我高中毕业，我就终于可以就踏上了我所向往的，就一个人在大海中航行的感觉。那是彻头彻尾在大海中独自航行的感觉。因为我不喜欢跟父母说我过得好啊或者不好，好偶尔会说一下，不好更不会说。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不太联络，就是自己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改变了你的方向和未来几天的计划。就这种飘飘荡荡的日子，我确实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但是确实是挺让人害怕的。这种害怕不是那种不敢，而是那种你的未来真的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是我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好像愿意把自己丢在风浪中，而不是港湾里面去生活和面对我的未来这样的。你们小时候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吗？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呢，基本上那个时候就我们的学校都不是很正规的。但是我现在到了我那个母校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想不起来我在这里背书啊、学习啊，因为我就经常看到我在这里打过架，那里打过架。我们班上现在很多人，只要是男孩子的话，基本上是我没有打过架的。你所谓的对一个孩子来说，他的负能量或者一些负面的看法，我觉得也是一个社会和道德的一种约定俗成。所以我并不认为就是说是童年做的某一些，比如说玩闹啊、耍弄啊或捉弄啊这些事情，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只是父母啊，或者学校啊，或者某种制度啊，会告诉你你做的是不对的。但制度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是人不能说用一种制度去解释所有的人的行为都是对或错这样。你这样说的话，我想很多人也同意。但是你会对你的女儿允许她或者愿意她在这种没有规则的方式下成长吗？对于我来说，我只是希望她能做一个好人。我觉得做一个善良的人。那至于在过程当中有一些失误或有一些就是粗鲁或者野性的东西存在，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关系这样的。